语音输入记事本哦，变声器哦，免费电影线上观看一下。什么叫升级器？低音的增强器啊，低音可以增强啊。哎呀，还有测速照相，第4台啊。好夜时钟是什么？是那个闹钟啊。免费私人健身教练呢？哎呀，100G 免费云哦，备份空间，怎么会有100G 呢？到底都充满很多的诱惑，还有超快速充电了，快速充电了，哎呀，怎么透过手机程式可以做这么多事情啊 ？9 o'clock， 夜间的钟，还有英语沟通免费学英语哦，台湾日历哦，赞，还有台湾日历嘞，真好哎，还有全能视讯播放器，台湾日历好啊，还有影片下载器智慧这么高，全能的视讯播放器，影片的都可以用这个软体来播放，好厉害啊！你看，农历的同圣，好像是童书那一种，以前民间看那个日期的啦，跟农作耕作有关系的啦，跟那个生活有关系的啦，黄历啊，就是这个通书啊，它叫通胜啊，还有万年历的黄历，中文的繁体版的万年历，嘿嘿，繁体版的万年历，黄历。怎么是命理馆在提供的呢？传统万年历日历，因为传统文化所以要参考。这样安装太多了程式了吧？还有姓名学分析国历农历可以日期转换了，哎呀，这样厉害啊！国历的农历日期转换，电子农民历，也已经进步到这样，可以有这么多资源了。还有罗盘罗盘可以学习的还真多啊！罗盘都不晓得怎么看怎么用呢。